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咱讲今日武汉肺炎新增加16例，累计已经来到322例啦吼。不过好消息是讲哦，39个人加度解离啦吼。咱讲5个人死亡，这5个人死亡，等下好好啊，会来讲到这个案例啦吼。咱讲到新的这个政策，就是讲社交距离吼，人跟人之间基本原则哦，有非特定的这个公共空间内底哦，室内至少是这个1.5公尺啦吼，伫咧室外是1公尺。若是讲有区域较特别的吼，无法度维持安尼距离，请你一定都要来挂喙安啦吼。咱讲武汉肺炎全球咧炭烧，侪所在拢是重灾区。咱知影哦，这个部分啦吼，自美国也是讲这个英国入境的这个部分啦吼，境外移入是真侪啦吼，所以有一个好消息要提供大家，就是讲哦，这个入境的人数是豆豆咧变少。咱讲昨包含着专机哦，大约是1900人来入境，扣掉专机200多人，大约是这个1700多人吼。所以咱讲入境人数已经连续3天加到这个2000以下啦吼。啊，出境的这个人数嘛比过去吼较少，即阵已经是这个1000人。这个以下啦吼，所以国人拢有这款的这个共识，减少无必要这个旅行。咱讲美国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咧炭烧上重灾区，就是讲这个 New York State 这个部分啦吼，这个部分咱等下嘛会连线到这个规个这个咱讲有这个留学生啦吼，还是讲伫这个美国的侨胞要做回来了解讲全球疫情安尼炭烧，台湾还有啥物款的这个应用？另外，咱嘛讲到今仔日本土案例内底有一站是这个校园这个确诊的这个案例。真正就要讲，敢是这个校园哦，都要来全面来停课。不过咱嘛知影，全球哦有9成的这个学校拢暂停来上课。这个 Bloomberg 就讲吼，其实伫咧这个台湾也是讲瑞典这个所在是维持正常这个上课这个模式啦吼。其实咱台湾防疫做得真好，咱嘛免伤惊吓。今日台湾新眼界特别带大家做回来讨论。这部分呢邀请3位来宾做回来讨论。咱第一位邀请到前卫生署长涂胜铁。阿平好，大家好。咱第二位咱们邀请东综合病院急诊部紧急医疗科黄泰林主任。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好。第三，咱们邀请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义中。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咱等下嘛会连线到吼，咱看到这个法帕吼会长吼，嘛是咱 LA 侨胞的领袖吴条峰，以后就 Ken 吼。另外，咱嘛邀请到这个留英国的这个学生陈彦廷来做回来连线。首先，咱来带大家来看讲，今日新增加这个病例内底有一个是这个校园确诊的这个部分。另外咧，这个部长陈时中伊嘛讲到吼，这个社交距离爱是1.5公尺之间啦吼。咱来听伊是安怎讲的。那今天我们有新增的16例确诊。好，那14例是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那总共我们现在大概是今天到322，那39人解除隔离，那5人死亡，那276个境外移入的案例，还有46例的本土案例。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交距离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宣布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我们在等于是有非特定人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希望保持在室外至少是要在室外至少要1公尺，在室内至少要1.5公尺。那如果有一些区域比较特别的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距离，那就请一定要戴口罩。是咱知影这个维持这个社交距离哦。1.5公尺啦吼，这个部分，这个室内室外拢有这个标准伫个。不过咱嘛关系到吼，这个咱讲境外移入的这个案件内底，咱看今日是新增加14例啦吼。啊，其中嘛有这个英国、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其实美国这个部分吼，咱知已经是这个全球的重灾区啦，确诊人数嘛是全球上济的部分吼。其实是因的这个检验能量可能也是有够吼，嘛是这个原因嘛吼。另外，这个侨胞转来到台湾，其实转来到台湾。心情，因是讲真正较好势啦吼，但是也伫咧这个国外的人是安怎想？咱需要来连线，这个伫 LA Ken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Ken， 甲咱小解一下吼，目前伫这个美国的台湾人，目前的心情是安怎？咱看到这个疫情哦，咧加紧的这个时阵，这个人的心情讲啊，真正想要回来台湾，啊，伫遐袂当回来，心情拢是安怎？嘿是，其实伫遮美国台美人吼。真侪，若是讲直接住真久的，可能拢想讲美国可能较安全，所以真侪是决定讲，就伫美国咱坐条条安尼。不过一寡是来遮的留学生，
因为伊可能我是台湾的迄医疗服务会较紧较俗，所以就感觉讲可能短期间爱转去台湾，安尼较妥当。是，所以嘛有这款的这个发现啊吼，啊其实咱知影这个 California 这个地理部分啊吼，咱知影这个嘛是一个重灾区啦。虽然无这个比这个 New York State 遐尔这个恐怖，但是咱嘛知影伫咧北边这个加州这个部分嘛是一个重灾区。尤其咧这个咱看到过去这个 Sanford 啦吼，也是讲这个顶顶的这个地区，拢是济这个案例发生的这个所在。因这防疫观念甲这个亚洲的观念到底有啥物无共款，会造成讲这个美国疫情恶化的这个关键呢？其实吼，今仔日我看迄个数字是吼，即摆美国有差不多16.4千几个迄个确诊案例吼，啊，还有3000外人的迄个死亡的人数。啊，因为这是美国政府最近是较积极的去做这检查，即摆超过90万人经过这检查。是。啊，阮知影讲，即摆90万人可能是全世界上悬的。啊，美国伫这个方面因做是较彻底，因为因无像中国政府共款。会讲稳换遮个遐疫情，讲哦，阮干那迄检查到8万人多，我检查，美国是无这款代志啦。啊，阮即摆知影讲吼，遐重灾区像讲大纽约区地区吼，纽约区就是像纽约甲 New Jersey， 是哦，因即摆拢总看起来有差不多85000个确诊，啊，都1700人以上死亡，这是目前全美国上严重的所在。不过因嘛是检查做较济的所在。是。啊，加州即马是差不多7300外人诶确诊，啊，有2000几个人死亡。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加州本地有称较悬，但是即阵也会当得到这个控制啦吼，所以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头拄仔你嘛分享着讲吼，伫遮的台美人有的人住较久的，实在是讲啊，过去这个医疗资源啊是讲有较熟悉啦吼，但是伫遮的这个部分，就是讲较留学生伫遐短期的会选择返来台湾吼，所以咱嘛感谢这个 Ken 甲咱做连线啦吼，感谢。咱嘛要继续来带大家来认捌讲吼，其实这个美国这个疫情是安怎拖甲遮尔严重吼。过去这个中国这个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是讲吼，中国遮过去甲你有真好的这个宝贵的时间，互你美国去准备，你美国都无好好去运用。但是敢是真正这个部分呢？美国嘛甲印嘴印登去啦吼，讲你过去就是因为暗坎疫情，才害全球疫情拖甲遮尔严重啦。咱现在带大家看讲美国疫情会安尼恶化，到底是啥物原因啦吼？咱看目前甲这个3月3号吼，全国的这个累积这个部分已经是超过16万例啦吼。啊，其中咱头拄讲到 New York State 遮吼，就超过是6.6万啦吼。其他亲像这个 New Jersey 嘛是相连较边仔这个所在吼，这个州嘛是真侪这个案例。另外这个 Connecticut 这嘛是共款。啊，古日的是新增加是确诊2万例啦吼，古日嘛是新增加502个死亡。这个总金吼，拢总是差不多3000人啦。另外，咱看到这个 New York City 这个 Mayor 就是白思豪，伊是安尼讲吼 ，New York 即阵吼，这个上关键的这个医疗资源吼，设备敢若当维持着这个4%啦吼。另外，咱讲这个呼吸器哦，已经是较欠缺啊。另外是1000张的这个病床啦吼，是用着这个海军的这个医护船，这个来到这个 Manhattan 啊吼，啊受毋是肺炎这个患者吼，等于是这个纽约新增加一个这个病院。另外，咱嘛看到，其实伫这个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吼，大家看到啊，这过去是大家真爱去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场合吼，即阵嘛有这个野战的这个病院。这部分啊吼，另外咱看到这个美国总统 Trump 就是讲延长吼社交距离啊，甲这个措施要到4月底啦吼，死亡率会伫这个2礼拜内会上这个上悬芳啦吼。另外咱嘛讲，这个美国爱全量啦吼来生产着这个呼吸机啦吼，希望这个疫情悬芳的这个时阵会当这个供应这个无欠缺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另外一个重灾区就是 Washington 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实行这个居家令哦，爱到4月底。你若是违反的这个部分就要罚你5000块的这个美金，也是要判你99项这个有期徒刑啦吼。所以讲，咱看到美国过去这个采检能力有豆豆咧称悬，啊，咱嘛看到其实咯咱的这个美国这个检验能力称悬以外，侪因应吼嘛无像这个
中国安尼要来个暗看吼，所以伫美国当来这个较低级的这留学生有这需求，但是过去台美人也是伫美国较济啦吼，所以这嘛是咱讲这个境外移入伫台湾这个部分，咱看到的情况拢是留学生较济。其实英国嘛是共款，群聚感染嘛，即阵佫变成本地是一间学校尔，即阵变2间学校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本土案例伫台湾的校园，过去咱知影台北有一间这个私立大学，今仔日是这个公立的学校啦吼，啊是正做是咱这个本土案例，啊这个本土案例无法度明确追查出伊的这个感染源吼，这是毋是讲代表校园这个防疫抗胖是出现啊？是，咱台湾全世界先甲咱俄罗斯，咱一开始吼，咱用啥物呢？咱用讲，咱甲封关，你只能卖入来。啊，但入来吼，也是讲有找到的，咱的这个该诊断正确，迄个确认的，拢甲隔离。是。啊，若有接触的，拢甲检疫。啊，你意思讲政府互咱病毒尽量卖去接触到民众。是。这个方法伫第一阶段算真正成功，但是最近来，因为咱足侪人学校停课啦，要转来台湾的啦，大家想讲台湾足安全，要转来，足侪咱家己的人要转来啊。前一阵子要有人出去佚佚佗的，陆续迄较容易感染。啊，阵学生囡仔转来，这较不一定有，看他学校有就有，没有就大概较无。但是还是每一天都有几个境外移入的。这表示讲，随着世界疫情一直增加嘛，我这么增加真紧嘛，但底下的人感染力假设一样都还是有啦。所以每一天会回来，我不能一起一个愈多，像我讲安尼才对咧。但是我甲除以回来人数，回来人数嘛减少，所以感染人数嘛减少就合理啦。但是比例来讲是维持一样的，但导致没有像外国这样子往上爬了。啊，那安尼来讲哦，这个境外移入的，是不是走去社区，变社区的感染，这是咱要想惊吓的嘛？还是踮厝里造成家庭群聚的感染嘛？感染是啊，这是会啥呢？因为吼。咱即马这里有人入来，这人吼可能有被感染，但是又无症状的，还是又伫潜伏期，你要查袂出来，所以咱毋是大量检查，即使大量检查嘛不一定检查会到，因为咱有这个检验数据的品质的这极限，有这个假阳性的假阴性的问题，过来就是讲采检的人的技术，叫时机，佮拢无共，所以这个采检的假阴性是。会一定会存在，佮无症状，你嘛无一定遐注意，所以这伫社区内底是有的，所以咱即马这连续4日、5日拢有是境外因素较济，但是拢有2个一个本土案例，本土，所以这社区传染是一定有的，但是没有社区散播，无传开，但是至少是有传染，所以伫这个时阵吼，咱的做法佮爱交第一阶段。不是完全一样，当然这大公共卫生行业有讲，啊，咱大家拢来检查，安尼可以看找出一个无症状的嘛，还是轻症状，安尼可以当开一个甲关起来。这个做法当然有效，或者叫 containment， 比如讲，互派病毒卖来接触着阮，这个步数是，但是安尼。了足侪人力成本嘛，而且吼内底有一寡假阴性，伊假阴性就是讲我有检查无啊，你陆续啊，拍照个像迄菲律宾等下迄个交通部迄个讲，伊个检查无，检查无个毋是无啊，是你检查无尔，所以这个部分真的造成假性安全感就不好，所以这个时阵可能爱专注讲，政府甲咱控制啊就好，互咱病毒袂当接触咱，下一步可变成毋是靠政府，不是靠敌之不来，是靠咱有。准备好咧等，迄种我吼，家己做好，互你即使社区有病毒，嘛袂传互我。这全世界做法有足侪种，我拢踮厝里，拢莫出去，佮袂传染着啊。吼，是讲我出去吼，戴个口罩，安尼比较安心的。我定定洗手，是讲我莫用手去摸鼻喙这，安尼在任何情形，即使有病毒，我嘛袂互你传染着。这主动权变伫咱家己啦。这点啥会做到呢？因为咱即马知影即个新型冠状的病毒吼，即个咱武汉肺炎即个，伊的传染哪像是空气传染，毋是，那就是肺部传染。但肺部传染即马大家会安尼，袂讲我别甲你喷啊，所以你若挂口罩可真好啊。他们讲哦，即马要甲你喷的人真少，所以肺部传染的几率也是非常少。最主要是接触传染，因为接触传染，用家己的手去摸病毒，摸来摸去，摸入去家己喙、鼻、目睭。若安尼，既然是家己
传染的不是别人传给你的，卫是自己摸。生习惯爱较好咧那安尼吼变成你家己是可自我控制是的，来主动权就在你身上。嗯这么个变成讲，第二阶段要从快速专业做反映议员一流的政府，该做变成讲全民动员变健康的，而且一流的国民，一流的国民的素质也好起来，这个疫情当然就会当控制，你就袂互传染。是到目前为止，我是感觉讲社区内底有懒散的，染散传染，一定是要另外一个传落去嘛。迄人什么人嘛，也找不出来，伊个找不出来，啊，就是设计感人个找不出来啊。所以找无人啊。但是也唔是足济，拢一个两个，一个尔。所以家己卫生习惯做好，都唔惊这个部分阵转来的人吼，也无去特别增加。是。咱假设无症状感染的嘛，无特别增加，安尼会保持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啊，种我今日讲这拜托大家人吼，一定要做好家己的健康管理的话，那安尼可能会更愈少。有影。到上尾啊，唔是靠政府啊，是靠家己啦。家己安尼，这个疫情就会过去。有影，咱讲到这个入境的这个人数是咱讲小连续的3天已经这个2000人以下啦吼，所以代表讲入来人已经少啊。目前就是要靠家己的这个防疫习惯。虽然讲咱有这个本土案的这个产生，但是咧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南山的咱也是有较多去避免哈，就是这个卫生习惯。但是我要10几个确认的哦，是表示讲无确认的吼，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我有等于引导啊，有影啦吼，去等于社区啊，这嘛是，这嘛拜托外国转来，虽然你。无症状，你换当厝里卖吹乖乖啦哈，乖乖卖吹落水，因为安尼看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卖去传落厝里的人、边的人吼。有影，咱这最重要的。有影啦吼，咱即阵讲是322例啦吼，但是有5个人死亡，伫咧前2日啦吼，死5个人，这个拢总算起来是5个人。其实有一个统计来讲吼，是有这个心脏病这个病史，也有这个糖尿的。有这个英国的统计是这个有70%，吼，这个部分是较大块的。是这拄则这个张善存张尚顺吼，伊嘛有讲着吼，大块人真正较注意吼。咱其实这个咱讲去这个二节啦、奥节这个部分，这个领队其实就是较大块这个部分吼。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医师啦吼，伫这个5个人死亡的这个案例内底，咱看到什么款的这个病例啦吼、病症，有什么人较危险的？其实吼，咱这病毒的感染吼嘛是和较早一寡病毒共款，就是讲你若少年其实体力较好，身体较挡会调。若有一寡慢性的毛病的人吼，你要真注意。吼，所以包括伫即个中国的统计，也是讲伫咱家己台湾的这5个案例，咱有看到就是有血糖的，吼，可能控制了无介水，吼，心脏较无力的，吼，也是讲有高血压的，也是讲有心血管的。一寡毛病，吼，另外是讲有癌症，吼，也是讲有讲你的身材真正讲维持了较无较大颗的，吼，这拢是咱讲说风险较悬的啦，吼，所以咱这人一定爱甲咱家己的身体的慢性的毛病，吼，爱控制又好，吼，你毋则有可能吼，你若万不你真正感染着，你还当讲降低吼，你变做迄个重症的几率啦，是，吼，因为若变做重症，你有可能着爱吼插管，吼，爱加呼吸器，其实这是真长的过程，嘛真痛苦啦。其实这个医师嘛有准备着这个图表啦吼，其实因为这是这个呼吸道这个感染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呼吸道这个感染真重要这个机器，就是这个呼吸器啦吼。这个部分美国咧欠，咱嘛知影这个台湾即阵过去咱有这个肺炎国家队，即阵要来做这个呼吸器的这个国家队啊吼。所以呼吸器这个部分，咱讲即阵咱的这个资源要够，但是咱看到其他国的这个案例是啥物？对，咱会当后来看，像迄意大利吼。也是讲吼，即个国家吼，伊迄吼肺炎的人伤济，所以伊一台咱较早吼一台机械吼，咱是一台机械接一个病人，但是因真正无法度，所以因为咱一台机械接一个病人，还袂讲大家互相咧感染，所以大家看吼，我刚看了我嘛惊一条哦，这一台机械接2个，吼但是吼这了呢，毋是呢，佫有愈合的，因为意大利实在人伤济啊，所以迄天我看到迄有意大利的医生吼，大家看这个这是一台机械。接7个病人，7个病人来讲吼，所以大家看这吼品质管定吼，这是你无法度想象的，吼，所以为虾米咱呼应咱拄仔主持人讲的吼，就是讲吼，咱一定爱甲喙炎治疗好，因为咱大家看这个另外这里的表吼，管定这红色的这吼，就是咱西方的国家，这国家像美国啦，还是讲英国，还是讲咱欧洲的国家吼，因对喙炎这件代志吼，真袂习惯，吼，所以拢无啥咧治，所以因迄。增加病例的速度吼，就清啊足紧的。是。吼，咱大家看这纳色者，就是还有咧治喙炎的国家，包括咱台湾，包括日本，包括韩国，所以咱迄病例咧增加吼就较慢，吼，
啊，你若慢慢增加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吼，咱的医疗的人，咱有才调去应付。是。啊，你文啊一下伤济，你人一下伤济，你像意大利还是讲有美国，因就开始有病人咧讲吼，因咧讨论啥物呢？我要放弃。较是大人啊。嘿，是大人爱甲放弃。啊，其实这对医生来讲，也是对病人讲，那是足残忍的代志。吼，啊，咱希望台湾咱靠大家吼，咱像拄仔咱吼涂先署长讲的，咱甲咱的习惯用好，吼靠嘴咽治的，吼啊手。较骨力啦洗，吼，看法度降低即个病毒，吼，伫咱人含人中间咧感染的速度。是。啊，这速度慢落来了，咱的医疗的资源都有才调对起来，啊，对起来咱甲大家讲治疗好，安尼。有影啦，拄则咱讲到吼，即个个人即个健康习惯爱好以外，其实嘛是有人吼，即阵行去运动啦吼，但是爱提醒大家真正去运动。头拄咱讲的即个案例内底，拢是即个有即个一个大块的即个死亡。头拄我嘛讲到一个数字，就是讲全英国啦吼，因去统计即阵重症的拢是差不多70%，拢是较大块的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即个病例即个部分啊，台湾5个人死亡，即个领队伊就是较大块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即个死亡即个镜头，什么款的病会去找到你，咱先做伙来看。伫国内武汉肺炎的死亡病例总共有5例，其中有4例捌使用过抗马拉利亚药啊羟氯喹宁治疗，验过有源救袂大。医生讲，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甲流感正共款，若是病人本身就慢性病，得病了引发重症甲死亡率的机会就较悬。所有的呼吸道病毒的重症因子都会类似，因为它们是攻击肺部。所以，其他跟肺部辅助的东西，比如说心脏的功能啦、免疫功能啊，这些都会连带影响到肺部的严重程度。另外，中国上新的研究显示，有武汉肺炎患者的病毒排毒期长达49天，而且症状较轻，是目前医界所发现的上长的排毒期。对此，国内专家认为，重症患者的病毒量无一定较悬，排毒期的长短也甲重症死亡率无关系。重要是就要把病毒完全程度清去，才能避免人传染给人。一般疾病越严重，病毒量应该是越高的。可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点是不太成立的，就是轻症跟重症呢，你去测他体内的病毒量，两种人是差不多的。再来呢，你排的久不久，跟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什么差别。医生强调，用药的时间正重要。当病毒进入人体了，羟氯喹宁是把病毒缩掉的。无法度自由活动而自然死亡，对于轻症患者会当发挥一定效果。要若是重症患者，是建议使用抗伊波拉病毒的药啊，瑞德西韦，会当有效阻断病毒的 RNA 复制。不过，即马全世界这种药啊，拢正欠。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这个病安怎来医啦吼？其实咱等下搁请教到医师，甲再来咱的卫生署长啦吼。咱即马要先连线伫咱这个英国这留学生颜婷你好。嘿，主持人你好。是颜婷，咱即阵吼英国状况是毋是嘛是真歹？即马来讲吼，我感觉有比之前也搁较好啦。有较好淡薄。一开始的时阵是大家拢因迄政策较无遮清楚啊。我感觉因政府较小可放线线，较无遮认真啊，所以。到迄 Boris Johnson 伊伫3月中，伊佫讲，伊突然间甲大家讲，可能有真侪人会失去因的亲人，啊，所以大家才开始紧张起来，啊，才尾啊，才慢慢，才政府才开始有一寡措施，尾啊后来才伊本来一直一直强调讲，爱商业活动爱继续，啊，莫生活莫互影响，啊，到尾啊，再渐渐啊来关学校啊，啊，也是讲一寡呼吁大家爱保持社交距离。社交距离，这个英国的做法是啥物？即摆是规定讲吼。大家若无代志，拢爱踮厝里。啊，除了讲你有较重要的工课，抑搁每一个人会当一天会当出门去买物件。咱若知影吼，英国嘛鼓励大家去
有当时会使去做运动，但是你一工内底干来去做一项啦吼，这嘛是。对啊，有规定讲嘿，就是人甲人之间爱保持距离啊。你若伫外面啊四个走，警察是会当甲你会当甲你发啦吼，对，会当甲你发。是，其实咱讲吼，这个英国这个防疫做法吼，其实变来变去哈。过去咱看到这个 Boris Johnson 啦吼，伊其实是讲吼，咱讲较是佛系这个做法啦吼。但是咱看到伊买手，伊家己嘛确定诊断出来啦吼。啊，咱看到伊确定诊断出来以后，伊的做法啊，伊讲要继续甲这个卫生部门来做这个实性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开会啦吼。伊敢是安尼来做，是稳定着这个英国人的这个人心嘞。即马哦，我感觉，英国人，真侪英国人其实即马，也阁是无，无介信任咪吗？对，我感觉真侪英国人即马已经对即个政府，毋是讲介信任，啊，所以对也阁是有一寡一寡要求就对啦吼，所以咱其实咯看到这个英国政府安尼无信任，但是咱这留学生拢安怎来做交流，嘛是透过安尼LINE的这个方式啦吼，安怎去安打大家这个情绪咧？留学生吼，伫我这边有真侪台湾人，因拢已经买机票啊，坐飞机转去啊。是。迄就是因为讲这边的政策，互人感觉无信任，啊，还佫有这边的医疗的系统无像咱台湾遐尔健全安尼吼。对，所以真侪人会惊，就是讲爱转去台湾。是。啊，伫遮的台湾人，是平常时会伫Facebook 也是 LINE 面顶会分享一寡重要的资讯安尼，就是嘿。是分享重要的这个资讯吼，这个大家留学生会当做伙来参考啦吼。咱感谢这个颜婷甲咱做连线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英国啦吼，咱过去讲伊这个做法，真正互大家真要求讲安尼做法管是对吼。尤其咱讲这个 Boris Johnson 吼，伊讲大家都爱甲这个亲人讲，可能爱这个有人要过往啦吼，所以爱把这个上尾这个时间，无想讲伊家己伫3月27嘛来确诊啦吼。其实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王室这部分 ，Charles 嘛伫这个3月20来确诊。其实 Boris Johnson 伊过去讲啥？武汉肺炎大流行是国家紧急的这个时站啦吼，希望民众拢留伫厝内减轻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互更较侪这个性命会当得救啦吼。其实看到英国吼这个 Johnson 其实嘛敲电话予这个 Trump 啦吼，讲因上需要的这个科技器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因这个英国这个首席这个医疗副总监啦吼，伊就讲吼，英国民众生活可能要6个月了，才会当恢复正常啦吼。英国内阁公司这个部长这个 Michael Gove 伊讲吼，英国面对着这个一定伫相当时间内吼，爱更较严格来对抗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英国的部分，侪留学生嘛，倒来到台湾，嘛呼吁侪留学生拢做好万全准备，防护一定要做好，嘛好好保守咱这个台湾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头拄讲到英国这个部分，其实咱嘛要讲到，咱嘛问伊社交距离爱安怎来做啦吼。其实咱的这个医师嘛准备一张图，非常的这个趣味，社交距离伫病院内爱安怎去进行。其实即摆咱讲伫外口，咱讲爱1.5公尺嘛，伫内底就爱1公尺。有人讲咱大家坐落来食饭，要安怎？尤其是像阮迄伫病院内底，你无可能大家食饭，迄空间无遐大。所以阮病院嘛有设计迄，就是讲吼，只用最简单的迄隔板，每一人大家看在家隔起来，所以就是讲咱一个人一个隔安尼，安尼就变做讲大家食饭，你就算你含对方，因为前摆就上惊，咱食饭无可能喙暗低调的嘛。你若讲话时阵，你迄喙烂话较够讲话，喙烂喷搁真远。还是讲食饭时阵莫讲话啊？你讲叫大家做工课遐辛苦啊，叫食饭莫讲2句话可能对大家来讲嘛是真辛苦啦。所以咱就只甲大家咱做即个隔板大家隔好开，就是讲咱维持咱咧食饭的时阵，咱袂甲喙烂喷着别人，大家你可以当讲电话安尼，袂讲真有准安尼。所以咱设计这就是讲，咱即摆伫阮的急诊，伫阮家护病房，咱的护理师和医生，还是讲其他的工咧做的人
大家上班呢，就是拢用安尼方式来食饭，是有影啦吼，安尼来较安全。其实咱讲到这个陈时中部长今日下晡的时阵哦，伫个记者会头顶吼，伊就讲。这个1.5公尺是大家安尼距离啦，吼，所以因讲这个明仔开始吼，这个距离想要又较快啦，吼，就是因这个记者会这个场所啦，吼，所以大家嘛爱呼吁讲，其实这个社交距离是大家拢爱注意，毋那是伫咧室内，你去买物件的时阵，哦，这嘛是室内这个空间，伫室外同款嘛是爱保持着这个距离啦，吼。咱其实来看讲各国这个社交距离安怎来做，吼，其实新加坡是上严格，咱看着新加坡爱维持1公尺，禁止10人以上这个群聚啦，吼。你违反吼，爱罚21万的这代票，还是讲关6个月，然后是全球上严格啦吼。另外咱讲德国吼是维持1.5公尺，这公共空间的上限是2个人共行啦吼。另外这店啦吼，拢是亲像讲这个做这个 massage 还是讲做 tattoo 的吼，这个美容院啊吼，拢来关店。另外香港嘛是维持1.5公尺以上。禁止4个人以上的这个群聚啦吼，违法嘛是咧罚这个9.8万的代票，还是讲嘛是关6个月啦吼。头来英国这部分是2公尺啦吼，禁止2个人以上的这个集会啦吼。除了是民生物资的这个买物件啦吼，也是讲要去看医生，也是讲有特定工课这个需求，拢袂使去街仔顶啦吼。所以这是全球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要先来讲到。就是讲最近吵吵闹闹的，嘛毋是讲吵吵闹闹吼，是全球拢咧呼吁讲台湾爱参加 WHO 啦吼。嘛看到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个记者 RTHK 这个记者问到咱讲这个WHO 这个副首席这个顾问啦吼，伊问甲伊吼是牙面吼讲袂出的，随甲这个电话甲关掉的啦吼。就是讲台湾到底是毋是防疫这块做了真好？台湾这块敢会使来参加 WHO 啦吼？伊是无做回应吼，但是因为这通电话嘛，互这个 WHO 有一寡回应，咱先做回来看。WHO 29伫官方针对台湾发表声明，强调台湾该当加入世卫组织是会员国决定的，毋是工作人员。嘛指出 WHO 甲所有面对疫情的国家合作，包括台湾。台湾人口相对较少，会继续关心当地疫情发展。WHO 对所有地区有防疫经验，包括台湾，佮强调会照现在规定，甲所有地区包括台湾，真紧的互通消息。会出现这段声明是香港电台英文台报出一段访问。记者甲 WHO 助理秘书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连续访问的时，问到敢会重新考虑和台湾加入 WHO， 得到这种反应。Would the WHO 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Hello? I'm sorry, I couldn't hear your question. Okay, yeah.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No, that's okay. Let's move to another one then. 布鲁斯·艾尔沃德先听几秒，讲听无，再登线。记者重新连线了后，继续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所回答：中国前前讲过真侪摆，真正做了真好，就继续访问。Well,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and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cross all the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y've actually all done quite a good job. 这段访问引发风波，有民众笑讲 WHO 这条台湾都讲起啊，冇人批评 WHO， 真正是政治超过专业。中国官媒这是反击访问的记者有别来用心。WHO 是发表声明澄清，全文拢是用台湾。布鲁斯·艾尔沃德目前无回应，伊之前几落摆俄罗中国的防疫能力，佮讲全世界拢欠武汉人，若是家己感染，希望伫中国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因为这个 RTHK 这个记者甲这个咱讲高级顾问吼，特别像高级顾问，甲问落了吼，伊讲吼，这个伊都不爱应啦吼，尾手咱看到其实 WHO 嘛，因为这通电话有做一寡回应，咱先做回来看吼，这个部分吼是3月29的时阵 WHO 伊是讲 information sharing on COVID-19 啊。标题拢无台湾，但是伊全篇的这个内文哦，拢是用台湾来写啦吼。伊的意思是简单来讲吼，台湾的会员国资格来由会员国来决定，毋是 WHO 的这个职员来决定吼。意思嘛有讲吼，你莫个怪这个谭赛德，还是讲这个高级这个顾问啊吼，这个 Elward 吼。就讲有在调吼，台湾叫 WHO 会员公伫 WHA 来头顶来决定啦吼。另外，咱看到台湾外交部的这个回应是讲吼 ，WHO 秘书处吼毋捌将这个台湾提供的这资料入去咱讲的这个 EIS 这个网站头顶吼，嘛无看伫咧 WHO 逐工爱这个 upload 去咧这个疫情报告内底啦吼，更加无法度互其他的这个各国来了解讲台湾伫防疫这块
做到真好，尤其咱讲的这个边境检疫这个措施啦吼。啊，另外咧，台湾外交部嘛，佫讲到，虽然讲咱唔是 WHO 这个之下这个全球流行病，甲这个公共卫生防疫这个网络内底啦吼，伊叫做 TEPH。INET 啦吼，但是讲到今咧嘛无法度参加 WHO 所讲的全球疫情警报甲反应网络内底，但是 WHO 无理由来讲，这个声称哦是 WHO 甲台湾有合作啦吼。另外，咱讲2月 WHO 过去，咱讲有这个办这个全球研究这个创新论坛哦，咱有2个这个专家来参加，但是咱会记得，因有签这个保密这个协定啦吼，咱其实有参加，但是无法度甲其他这个国家来交流啦吼。咱看到这个 RTHK 这个记者所问的，甲尾手咱这个外交部这个回应，外交部做了有好也无好。我想即马先讲就讲为什么吼，伊迄个 WHO 到后来会开始因为即件代志吼，开始讲迄个对台湾是安怎对安怎吼。当然伫遮我是感觉讲迄个伊的 WHO 的回答有3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是讲，因为迄个记者有直接问这副秘书长嘛，有关台湾变成 WHO 的 member， 伊就直接问迄台湾 membership 吼 in WHO。所以讲，伊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是讲这 WHO 秘书处无法度来决定台湾本身是毋是会员，这是爱 WHO 家己的迄个会员国，伫 WHO 这个会议内底吼来决定吼。我是讲这点吼，趣味的所在是讲吼，你看过去吼，无包括讲2008年到2016年，迄时阵所谓台湾去参加，实际上这甲这个会员国决定是无关系嘛。迄敢若是讲迄个中国。可能私底下吼，甲迄个 WHO 的秘书处讲好啊，所以讲对，叫迄个 WHO 秘书长吼，私人甲台湾去邀请。所以讲即马吼，当迄个 WHO 秘书处即个安尼讲的，意思就是讲好过去2008年到2016年，迄个拢无准算啊。吼，即马开始是来咱来用即个，我是感觉当然有人是感觉讲，毕竟讲2008年迄个。那个路径就无法度，但是我会感觉按照安尼来看吼，无咱就是真正家己迄个话输赢嘛，吼，我是感觉讲这也不是说吼完全不行啦，吼，尤其是讲迄个 WHO 的迄个 membership， 就是讲伊的会员国来决定，咱会知影讲 WHO 的会员国甲联合国会员国这无共款的。因为有的国家毋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是 WHO 的会员国。咱知影有2个国家，南太平洋嘛，一个是纽爱嘛，另外一个我袂记倒一个国家。所以讲吼，我是讲这嘛表示讲，咱台湾也是讲真正 WHO 家己会员来讨论，是有可能入去，无甲台湾是毋是要去联合国会员国，这是无关系。所以讲，我是讲这个部分吼，咱会当去利用。但另外一部分就是讲 WHO 讲，伊讲台湾有真侪互动甲合作啊。实际上我是感觉讲像讲咱迄卫生署长，还是讲真侪咱卫生卫福部的长官吼，我相信因拢知影讲台湾伫这段时间到底甲 WHO 的互动是安怎。我所了解一个部分是讲，应该是差不多伫迄个1月底，差不多迄当阵，开始咧讲过迄个中国武汉迄个肺炎即个代志时阵。所以讲 WHO 的迄个秘书处有讲甲台湾才有咧联系，但实际上是伫 WHO 派伫迄个欧洲的迄个办公室迄边的人，因为敢若参像是讲有找到一个疑似吼，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案例，但即个人伊是对台湾飞过去，所以讲伊甲台湾才来问讲到底即个人伫台湾是安怎啊？所以讲这毋是甲迄个中国即个疫情吼，甲台湾是讲有甚物款消息甲台湾咧分享，伊是讲这个人对你遮出来，你甲我回答一下，到底这问题是安怎？其他的消息伊无甲咱分享啊，是安尼，我所知影应该是安尼啦吼。另外第3点就是讲，迄个伊嘛用像讲2月11、12迄个视讯会议吼，来表示讲，台湾是有参加，但是敢若参像是讲视讯会议内底吼，一方面你人无咧现场，所以讲你无法度甲其他的人来交流，我是感觉讲对真侪人来讲，伫现场的交流是上重要，因为伊会当知影讲其他国家即摆面对这疫情的这个状况，伊的政策到底是安怎，所以讲我会当了解我即摆要处理是要安怎处理。另外当然嘛有人讲迄个。视讯会议吼，刚才像是讲台湾根本就无法度发言，伊无我是毋知影，有人是讲伊无安排台湾去发言的一个时间，敢是伫遐咧看人安怎咧开会啦，吼，
也是讲安尼，这就刚参像咱底下咧人咧搬戏，咱底下做迄观众共款啦。这叫做什么款的这个 participation。是。所以我是感觉讲，即届这 WHO 当然，伊开始咧讲到讲台湾的这个会籍会员到底安怎变成会员？起码我是感觉讲，甲过去有一点仔无共款是讲，无你就是有讲伊讲，无你就是有法度叫这 WHO 会员大家来投票嘛。伫 WHO 来投票，赢你就入来，无法度你就免。伊嘛无讲，这一定还是联合国这会员，拢无讲。所以我讲，这个是真趣味一个所在。我是感觉讲另外一个是，迄个 WHO 进前这秘书处，咱知影讲，迄个秘书长，伊就台湾的问题甲伊回甲伊无法度安怎要处理啊。所以讲，伊开始甲台湾的国名甲伊换来换去。所以先讲迄个台北这个台北附属地区，也是安怎？但即马迄个人佫甲伊咧攻击的时阵，伊开始讲对伊的真侪批评 ，WHO 真侪批评，拢是台湾咧发动网军，网络咧甲攻击，咧甲攻击。即马就变成讲你互人骂甲迄个见笑减受气，开始来去乌白乱诬赖台湾。即马我是感觉讲，因为迄个 WHO 即届的即个处理啊，是全球大流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虽然讲中国暗砍这个疫情，是这个疫情开始爆发，但是这个疫情伫全世界其他国家安尼咧拖我是讲跟 WHO 的秘书处对头到尾，一直拢迄个抵制啊，讲要更较侪即种限制这措施来以及这态度真有关系。有影啦吼。伊伫咧downplay，就是讲到底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的性。伊伫咧提升讲，中国咧做这件代做了偌好拄偌好，但实际上大家拢知影中国黑白拢做病啦吼。有影，咱其实看到这个 WHO 对台湾这个网军讲台湾的这个网军来甲乌西啦毋是甲乌西啦就是讲伫网络顶甲这个连署要甲罢免啦其实咱嘛看到咱这个日本副首相这个麻生伊嘛讲到这个WHO 会使改做 CHO 啦Chinese 这个 Health Organization 其实伊嘛是讲这个共产党可能听到会起噗噗啦其实就是讲这个中共这个部分所以中共甲这个 WHO 什么款的一个关系到尾咱要用这个 WHO 伊讲会员国来决定。真正若是会员国即阵像这个日本若是支持美国若支持咱台湾的这机会有偌大？这是坦白讲，这边咱这个武汉这个肺炎会拖到全世界遮厉害这当然是毋是中国制造？咱即马大家较无咧讨论啦，但是一定是中国这个放大中国引领疫情中国输出互伊到全世界受害。但要另外一个就是啥物呢？这谭德赛，这个谭德赛伊这世界卫生组织的干事长他们讲是无负责任。是，伊为了配合中国，伊就甲你讲这交通旅游啦，毋通禁啦，若要讲这是毋是紧急事件？你看拖到1月3日较讲啦，等，互全世界叫是讲这个小代志，所以较会遮厉害。所以这边上大的风处大家上笑话讲。全世界做怎么想好迄个叫做台湾，人家找无台湾是对一个会员国啦，我找无啦，唔领呢错就10以上啊！我即摆伫世界卫生组织找无台湾的资料呢。以前一打开时阵有放伫中国下骹，交香港交啥工作位，改算地区我要找有啦，这10几年都找无啊，所以我即摆拢无去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我即摆看一个叫 Worldometer，这点都较清楚，因为伊句甲台湾放出来，我毋敢会当比较，咱才排到第几名那个，所以这个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甲台湾除名啊，你知？毋是说伊在藏伫中国内底，都看无啦。这点实在是世界卫生组织违背伊的宗旨，伊的宗旨就是讲，互全世界所有人的健康，伊要照顾。这点闹气，上闹气的就是讲，台湾你太做甲遐好，安尼啦，所以足气的啦。中国嘛足气的，中国讲若安尼，大个中国人拢讲伊要做台湾人，安尼个害所以伊即马交这谈到在两个人满面斗灰，满面斗灰了去。见小灯收起啦，来做个，怎变成讲是咱个组织的啦。我捌做过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嘛做台湾加入联合国大联盟的秘书长，所以我去世界卫生组织10几遍，逐当5月迄阵去，其实去要讲世界需要
台湾，是台湾需要 WHO，但是阮逐当去，发现讲吼，发生足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 SARS 迄阵吼，咱有较好。大家讲我台湾无台湾入来，台湾受害呢。这边佫愈侪人咧讲啊，所以这个机会吼，坦白讲是有史以来，即马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上好的机会。当然，咱若准加入是爱用台湾的名义，做会员国。名也无讲遐重要，在做会员国，毋是加做观察员尔。但咱迄阵是用做观察员，这实在是吼，迄阵去做迄观察员，伊是讲有意义的参与 （minimal participation）， 但是实际上无意义。咱实在是吼用主权去换的，而且去换了吼，嘛拢袂当去参加。但是一寡会讲甲中国同意，咱该再去。中国同意了，毋讲已经过啊，还是讲剩3日、5日尔，所以一定无意义。就亲像头拄啊，这个闭门会议内底啦，咱就伫边仔听尔，无法度交流啦吼。可是啊，即摆讲你会使，你会使听但是你吼，你袂使，你袂使去参加。像咱即边嘛有视讯会议呢，你表示讲对了就，这是违背伊的宗旨就是讲要互所有人健康。何况咱台湾即摆毋来做了好，咱台湾嘛会受害啊。所以咱即摆若无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是全世界的损失，嘛是咱的损失啦。咱健康人权的损失，嘛全世界的损失。所以吼，这项代志吼，足侪人已经听过50-60万的人吼，要罢免谭德赛啊，这应该甲罢免。因为伊这吼，他们讲伊这边的爱对这个全世界流行这大负上大责任。当然是中国输出，但是伊是世界卫生组织啦，所以这阵吼，因若较好做，理论上应该用邀请吼，咱吼。先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5月伫要搞嘛，会当开袂通开，我足怀疑。因为即嘛含真诶嘛吼，遐嘛拢传了去瑞士嘛，传了足济啊。但是若会当开，还是要事先会该邀请咱去。过来，咱该吼透过咱的友邦也好，还是叫咱开友好开始提议，讲这无台湾之外，足无应该，应该请台湾做会员国，吼安尼就对啦。咱台湾吼，大家人爱有即个。意志，咱的共同意志就是用公道。公道来讲，咱有想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做会员国无？用台湾的名义，安尼好无？大家人拢有85%的人拢讲好，这个力量足大。所以我要拜托大家，最近咱大家咧联署，讲500万的人联署，500万人希望联署来互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项联署的活动，请大家人继续。来催咧，来等讲500万的，500万当然也无85%，但是500万等于一个小型公投啦，1/4啦，安尼个足大的力量。当然我希望讲，那这个疫情吼，这个疫情较宽泛的吼，咱的政府也好，还是咱的民间啊来提议，政府爱来听这个话，来做一个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公道。这个公道若过吼，这是 referendum， 这个是讲民众的意志。这吼。美国吼一定会尊重啦，以前是无啥爱尊重啦，惊啦，但是应该尊重。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尊重，全世界。第二，叫咱友邦吼来提议讲，要请台湾加入也好，还要做应该用不记名投票。若不记名投票吼，其他的国家都无压力。遐较无压力，因遐人拢卫生官员，想来想去，可能台湾就会较好。若安尼若不记名投票好，若记名投票个系啊。你当补助我偌济？甲你点油做记号啦。对啊，也是像咱都在暗中毋知压落最后煞歹势，歹势举手，安尼个当然袂过啊。因为我参加几啊遍，过去那举手第一遍19票尔啦，尾有较济，但是迄种，伊像迄种举手袂使举手吼。该看你有举手无举手，一个点名。美国吼，United States 伫上壁，伊尾也投7000票，但是人毋知讲伊要投7000，我嘛投7000，安尼啦。所以一国一国点啦，以后怎卖一国一国点，用不记名投票来变看卖安尼。看台湾有他都知道。搞不好个过半，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参与这力量，除了咱头这个署长讲的吼，公投 referendum 是一个机会的以外吼，这是人民这个意志，和国际社会知影。国际这个声音吼，安怎透过亲像这个美国甲咱斗相听，咱台湾安怎甲美国做一寡这个记者，还是讲日本遮做记者吼，这声音会当吼，除了这个咱讲外交部这个面册头顶安尼讲啊 ，Twitter 头顶安尼讲。国际这个媒体的声音，咱有法度透过什么管道，搁去平衡？我想即马当然对台湾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声势是袂歹啦吼，因为
媒体对台湾本身伫即个防疫的即个工作内底拢诚肯定吼，所以。咱台湾即马算讲有史以来吼，做台湾人迄个算讲行路有风诶，全世界讲我台湾人，我台湾人真好吼。以前拢讲台湾人哦，咱拢避边啊，毋知影。即马是足无共款。啊，当然我是讲媒体的即个算讲对咱较正面的即个报道，这是真袂歹。但咱嘛爱注意就是讲吼，中国吼伊有些一带一路嘛吼，啊伊有伊大外宣，啊所以讲伊像讲甲非洲的国家，甲即个中南美洲的国家，啊甲即个中亚也是讲迄南亚遐的国家吼，伊会用钱啊甲因迄个绑架嘛，吼，所以表示讲，尤其是即届谭德赛吼，伊虽然讲大家对伊足亚神，包括我内底。但是谭德赛是真侪非洲国家来讲，是讲伊是代表非洲的国家，非洲47个啊，拢甲填啊，啊后壁佫有中国的钱啊，所以讲谭德赛吼要甲伊溜落来，就47票即反对票伫国家内底，可能佫有其他。所以我会感觉讲即个算讲阻力吼还是很大，但是我是感觉讲伫遮吼，也是要真正要来迄个杀即个算讲哦。未来伫迄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即个投票来互咱来过吼，当然甲美国甲日本遮的迄个合作是非常重要。但咱遮我是讲，算讲咱就一步一步吼，先甲算讲 WHO 内底，咱讲成立台湾挺台湾的即个集团。声量，声量，迄叫做台湾 Caucus。WHO 内底台湾 Caucus， 吼，遮的国家咱就开始用算讲。用迄个面对即个武汉肺炎啊，即款的一个算讲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 咱成立即款的物件。刚才就是讲伫 WHO 内底，台湾 Caucus 啊，对即个所在来发展啊，尤其是我是感觉讲，因为美国已经通过咱讲 Taipei Act 吼。啊，当然，这台北主要就是讲台湾甲迄个邦交国，而且台湾的外交关系甲台湾的国际参与，所以讲台北啊，伫某一个方面会当就直接。会当甲美国来迄个讨论，就是讲台湾要参加迄个 WHO， 啊，迄个美国伫即个所在，咱会当来互相来协调，来做什么款的工作，吼，像讲啊，有的国家是讲要愿意支持咱 WHO， 啊，美国愿意要甲伊做什么款合作，啊，台湾嘛伫遐要甲 support， 像讲即款的，吼，啊是讲有的国家就是无要来，啊无你的国家吼，这尔无算讲。这样你对台湾无好吼，啊，迄个美国可能根据这个法案嘛，要对你安怎啦？吼，我是讲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拉力啊，美国遐有一个推力吼，算讲嘛，会有另外一个无共款的武器，吼，啊，当然日本咱嘛知影，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吼，迄个处理应该是讲，中国已经开始咧思想就是疫情结束了后，因会创一个叫做健康丝绸之路，吼。所以讲，一带一路了，丝绸之路了，基本上创些健康丝绸之路。Healthy Silk Road， 对吧？伊就是要透过这个 WHO 来用伊的这个算讲防疫的迄个物资吼，即提供来甲这其他国家来绑起来啊，来做伊后壁的这个支持。所以咱即马咱的处理变成讲，咱怎样讲防疫结束了后，一定全世界的迄社会生活迄个关系吼，也是讲经济的即个体制，拢一定有改变。啊，伫即个改变的时阵，应该形成一个新的即个经济要求，尤其是甲防疫即款有关系。所以讲，咱安怎想讲，我就举一个例啊。伫迄 CPTPP 内底，虽然讲咱毋是讲直接入去 CPTPP， 但是咱会当甲 CPTPP 这个迄个会员国吼，啊，甲台湾咱创一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算讲 CPTPP Plus Taiwan， 一个武汉肺炎即个支持台湾联名，支持台湾联名啊，主要是讲来做即个卫生合作，因为咱台湾有真侪物件会当甲因算讲甲因 share 嘛吼，嘛会当讲迄个。针对这个疫情，也是讲未来这个卫生要安怎来处理吼？尤其是甲这个 AI 啊，是讲 data 那个 big data 这物件，拢揽做伙的时阵，会有真侪机会。所以我会感觉讲，这边吼，这个新的机会，啊，甲这个新的这个处境吼，的确是会当互咱台湾有一个新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毋是讲今年就法度成功，吼，可能真正开始动员吼，应该今年开始。
准备，啊，明年开始咧做，可能后年也是安怎吼，应该袂超过3-4年。咱爱有一个觉悟，就是讲，这个物件爱冲过，毋是讲10档啦，是4档爱甲冲咧，所以讲这力量这会大，强咧啦吼，这会强。咱头拄嘛讲到台湾这个新希望啦，因讲这疫情过了啊，可能嘛是另外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分配。头拄这个委员讲的吼，就是讲中国可能会用另外一个这个思路这个部分啊，来去推这个健康这个部分啊，但是伊要甲对抗就是这个美国吼，是讲较自由这联名的这部分吼。台湾安怎伫即道吼伫咧防疫的这个观念嘛好，也是讲防疫的这个表现嘛好，已经吼这个世界人已经看到安怎甲这个力量佮甲伊斗起来吼，这嘛是真重要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台湾即届真正是非常时间，但是咱有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就按算讲咱真正准备好啊，有透过这个 referendum 这个公投的这个机会也好，也是讲其他声音的机会也好，拢会当互台湾的声音搁一届团结。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谢谢。